加拿大嘅電視台播咗一段粵語新聞。溫哥華有喺本地成長嘅移民下一代，為咗學翻好啲廣東話，特登喺大學選讀廣東話。加拿大作為一個移民國家，廣東話係全國第3多人講嘅語言。粵語喺加拿大呢片土地呢，已經傳承咗230幾年啦。話說1788年，英國船長梅亞士就喺廣州、澳門揾咗50幾個木匠、鐵匠去加拿大嗰度做嘢，佢哋就係最早喺加拿大講粵語嘅人。之後呢，眨下眼去到1857年啦，咁啊加拿大發現咗金礦喎，咁啊美國舊金山淘金嘅華人呢，冚冚聲啊去加拿大啦。當時係300幾個廣東工人嘅，咁啊嚟到1880年啦，加拿大要修一條橫貫東西嘅太平洋鐵路，就揾咗個叫李天佩嘅台山華僑做包工頭。咁李天佩呢，翻到嚟廣東啊，就喺恩平、開平、台山、新會、南海、番禺、順德、中山、東莞等地揾咗17000幾個廣東人去嗰度做嘢。但係啲工人去嗰度呢，唔係嘆世界，係捱世界啊！加拿大當時係苦寒之地，又冇啖好食，加埋啲華工呢，慳慳埋埋啊，唔捨得使錢嘅，因為佢哋心裏邊有一個願望，就係可以賺得黃金1000萬兩翻嚟起屋兼買田。所以喺開平赤坎啊，而家仲保留一條當時華僑起嘅加拿大村。因為華人越嚟越多啊，所以當局就設立咗一個排華法案，將華人當作2等公民，受盡咗欺辱。直到2戰之後，排華法案先被廢除。咁廣東人憑住自己敢為天下先嘅精神，闖出一片天，誕生咗好多華人領袖。譬如話加拿大總督伍冰之，佢祖籍台山，香港出世，喺加拿大長大。佢係當地最出名嘅電視節目主持人，後尾做到總督咁犀利。到今時今日啊，加拿大有成40萬人係講粵語嘅。其實好多加拿大城市嘅名呢，早期都係用粵語嚟命名嘅。譬如呢個域多利就係維多利亞，杜朗道就係多倫多，滿地可係蒙特利爾，連華人密度最高嘅城市 Richmond， 佢嘅中文名列治文都係用粵語發音去譯過嚟嘅。嗱，最後問下，你仲知道邊啲海外城市係好多人講粵語嘅呢？